台积电我们若是咱台湾的护国神山，嘛是全球供应链上重要的半导体大工厂。有真侪国家拢会争取台积电去当地设厂，望共当来带动经济发展。今仔解破新闻，咱特别请商人带咱来了解咱的台湾之光台积电已经行打到国际上偌侪国家咯。咱请商人。是主播。解破新闻有理路有深度，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商莹。台积电互人号做是台湾的护国神山，食到这个半导体的技术，伊伫全世界的版图是愈来愈大。咱看台积电，伊是对2000年开始呢，就接线伫个海外来设晶圆厂，上届大成设的，就是伫个中国的上海，接落来就是南京，过来呢，就是来到美国的华盛顿甲亚利桑那。咱会当看到讲吼，中国甲美国这两个国家呢，目前是拢有2间台积电的这个晶圆厂。刷落较新呢，就是日本的熊本，也是库马莫多这个所在。也那上届新呢，就是长达破土的这个台积电的德国厂，这是伫个德国的东部德勒斯登这个所在。也因为这个德国呢，因这个国家就是一个环保意识真十足的国家，所以咱台积电要伫遮设厂，伊嘛画出要来起一座绿色的晶圆厂。这个绿色的晶圆厂意思就是讲，对这个厂房的规个厝体到水的这个循环利用，拢是要用100%的再生能源，互咱这个半导体的产业会当甲环保的意识来牵连做伙。其实咱看这个台积电的这个世界的这个版图，虽然讲伊伫咧欧洲、美洲甲亚洲拢有这个卡列，也毋过其实上届主要的核心技术也是留伫咧台湾。咱看到咱台湾目前是有11座晶圆厂。对6寸到12寸的这个开发，全部拢有是分布伫个新竹、台中、台南甲高雄这4个所在。其实呢，这几冬呢，因为这个疫情甲战争的关系，互世界各国拢开始想要伫家己的所在来生产这个晶片。所以咱台积电的优势也亲像一寡这个国家同款的，亲像这个韩国甲日本呢，伊嘛拢真希望讲会当甲咱的台积电来深化合作，也就是讲这个半导体的产业未来也有未少的发展空间。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破新闻，咱即马甲现场交等予主播。